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日是12月20。提摩太后书4章30到40节。因为时机得要到，世人听袂落健全的教示，暗耳孔毋听真理，反倒趁家己的私欲，耳孔上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介意听无影者的传说。面对伫信仰中间侪挑战，也包括伫时代中间侪无影者遐无合真理的教示。保罗提醒当时提摩太面对的境况，爱伊伫迄个所在认真来持守伫圣经的真理，毋通亲像一个人听袂落健全的教示，也暗耳孔无要听真理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敢有哪亲像安尼，只介意听遐奇怪的讲论，无爱听健全的教示？求主帮咱，互咱坚固伫信仰顶头来徛在，来伫逐时逐刻欢喜来听主的话，尊叹伊的教示。愿主时刻甲你三甲你底，耶稣听你顺利。